上班世总运的羽毛球哦，这届有3000外的选手参加，有一半拢来自国外，是这届世总运上热门的项目。也毋过哦，计共就爱拍8000外场，所以昨个团体赛的小组循环赛就决定讲，本地哦是5战3胜，即马要改单局21分的赛制，即马要改做5战哦，拢爱拍，单局是31分。也毋过哦，有部分的选手是表示讲，因无法度接受。网前小球后场美杀球来自澳洲79岁 Stanford 甲77岁苏马鲁，要伫咧羽球团体决赛相打，为队伍摕一场胜利。也毋过两人的对手来自美国81岁 Bob 甲 Andy 年岁较大，合作超过40档，嘛是真厉害。Played in Sydney, Torino, Italy, Auckland, and this one's the fourth one. It's just going to be very competitive. 承办羽球比赛，羽球协会统计，3000位选手，国外选手有一半。伫咧台北体育馆10天比赛爱拍8000外场。19号领队会议决定，甲团体比赛小组巡回赛拍5点，先摕到3点胜出单局21分。改做5点拢爱拍，也毋过单局敢若拍31分。报名人数是6到8位，可是他要打5个点，所以他会产生间点的问题，尤其是在这些年长的长辈来讲，其实去打3战2胜，对他们来讲非常非常的吃力。10,000 miles away, and they can't play, so all the expense and all that. I think this is better because we have people came from far away, and this allows everybody to play. 比赛制度临时改变，接受访问的外国选手表示无啥物问题，也毋过嘛有来自加拿大的选手向羽球协会来表达，袂使拍破世界羽联的比赛制度。我打到一半，怎么16分？为什么11分不换边？我才知道。你 last second 你再告诉我们这个事情，这是不对的。羽球协会表示，协会是承办甲执行单位，决策是技术代表甲领队会议来达成，尊重选手无同意见，会当直接向大会来反映。公司新闻综合报道。